南區萬里店是灣里地區主要的信用中心之一。依照慣例，每逢主5年攏會舉辦王石的慶典。這屆過了18冬，再度啟建餅5年科5條基安王石，歷前嘛舉辦石舞的遴選，為這顆的石典正式來揭開序幕。灣里萬里店已經相處已經18冬無做石啊，這邊餅5科5條龍澤基安王石的石期的所有活動正式要開始來推動啊！4月初5是阮的第一個活動，就是阮的遴選咱所有的石級人員，包括所有的會手、王俊大公、紅旗官、烏旗官，閣了主科的道長，所以希望阮清水王爺公會當保佑阮這邊的石科的石級人員的遴選會當順利成功，會當圓滿。選擇以理想的人選來替伊服務，啊，咱期待阮王公清水王爺公會當來保佑阮的所有信眾，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互阮灣里社合境平安。石舞人員遴選活動，清明節當天佇個廟前廣場來舉行，包括副市長江寧華以及座位的貴賓攏到場出席，場面盛大。有迄掛着真個會手，攏命中注定啦吼。啊，伊的庫存吼，攏會當王爺保庇你加倍的收回。啊，跋無到的，你有哪會當來付出，這攏無問題吼。啊，所以一間的做石，會使是講廟的大代志，嘛是咱地方的大代志，嘛是咱台南市的大代志吼。而建石委員會主委陳進歐嘛感謝王爺公的庇佑，互這屆遴選石舞人員大典會用得順利圓滿。會手的選拔由着海口鄉副主委以及10個連續聖杯來掛着主會，另外主石、主壇、主譜等總共7個會手，以及烏旗官、紅旗官，甲着南北廂房的王俊大公嘛攏順利來出爐，向着接續的王石慶典進一步來推進。台南新聞李延根採訪報道。